Hello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客話》。你看，根本人民主用的狗都安舒sống呢，在關西怎麼會有一個這麼舒服的地方呢 ？Hello， 明珠，歡迎來關西老街客棧。你好，你好，店長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把自己當成自己的家裡了。哇！這個老房子裡面怎麼會有一種好像被除舊布新那種新氣象的感覺？其實我們這邊呢，就是仿照以前50年代的風格。那這邊其實已經有超過半世紀了。哇！其實很多外國人，不止台灣人喜歡，其實外國人也很喜歡，就是體驗台灣的一個這個生活。真的哦，所以。店長，你剛剛有提到這邊會有很多的外國人啊來到這邊過夜，對不對？對。我來教你講一些客家話，好不好？好。外國人的客家話講法就是外國人，外國人100分。店長果然是有練過。好，剛才你還有提到一個單字，就是呢，外國人來到這邊過一夜之後，來體驗在地的生活，所以過夜住宿客家話講法就是夜家。嘿呀，沒錯。這些就是有來過我們背包客棧，那目前總共有16個國籍的人有來過了。店長，現在我教你講一句客家話，非常受用，你要大膽跟我們鏡頭說出來，就是歡迎外國人來關西過夜。客家話的講法就是歡迎外國人來關西歇假。歡迎外國人來關西歇假，好厲害哦 ！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呢，我們一起來到關西這個老地方，注入了新的血脈，你會發現這邊有全新的氣象了。在這邊，明珠帶大家來複習一下今天認識的新單字哦。來看到第一個單字就是外國人，外國人，外國人。第二個呢，就是過夜。夜家，夜家。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，一起來歡迎哦！歡迎外國人來關西過夜，歡迎外國人來關西夜家，歡迎外國人來關西夜家。你有去過關西這邊安排自己的小旅行了嗎？記得休假的時候安排一趟吧。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